有想到啥无？啊，我唔是咧找跑路啊，对不对？其实哈、哎对，这个就是要坚持啊，得坚持啊。但是修版的爱广播的时间，哎，咱讲一世人。可是啊，我们现在，你觉得你现在在跑还是在走？真的在走还是在站着还是坐着？哎，对哦，这给自己一个好一个思维，或许只是提供提供分享，好让大家思维一下，思维一下。你看一个外界的人社会人士有办法做到这样，那我们他当然除了这个以后，他去跑什么？跑沙漠马拉松，还跑极地马拉松，跑那个就是那个北极嘛，就脚冻到已经快要锯掉了，就是坏死。他鞋子不知道跑过几双了啦，但是他的鞋子有没有留着？他有留着哦，这就是他的记录。那各位学姐，我们今天遇到这些在修断的路上，有没有遇到磨难？有没有遇到等等的困难？那你想想你的白纸史册有没有记录？有没有记录？有呢。将来回去那个点是常常讲的，回去死了就算哦，就是肯定值死了就要算哦。这样子或许只是提供一个这个影片跟各位姐姐分享。如果坚持，最后的成果就是谁的？就是我。当然，你看他那个胡颖儿，他跌倒了，后来他怎样？他是不是跌倒了？然后那个李易杰过去怎样？对呀，各位先生，我们身边的前贤有没有人这样？可能慢下来，那我们要不要拉他一把？要呢。你觉得你将来会拉人一把的，请你举个手好不好？你将来真的会拉人一把的，陪倩倩，一句话嘛好，倩倩我们一起走啊，可以啦可以啦不要吝啬了，真的不要吝啬，不要吝啬，因为跟各位前辈报告我们连是常常讲的，一点给人多起来今天是讲路边渡人但是如果今天把人渡起来了，他现在已经当人才、当坛主了，结果他现在不走了，请问一下，这个事情严不严重？你等于你如果再不拉他一把他就从这个悬崖最高的这个点跳下去，你知道吗？你就是让那个前贤跳下去各位前贤，我们现在如果不走我们可能就是站在悬崖上面很危险很危险所以大家就是互相提醒互相提醒。那互相提醒或许这边有写个 ABC 法则，你如果真的不会，尽量就喊班，有无ABC 法则就是咱外口做事业常常用的，你袂晓你就把人带进来不疼，就有人没到够。你不用说你带进来，你还要讲，还要什么，通通都不用，就有讲师、有人才帮你讲，这样子。因为有的人真的是领培较无，但是伊就爱跟人分享。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有人喜欢在厨房，对不对？有的人喜欢在什么？在服务组，有人喜欢管交通，对不对？有人他就是讲课，每个人的职责不一样，那你不用说那个人一定要把它用到全部都会，不一定，不一定这样子，不一定这样子，就用 ABC 法则，然后他来讲，抓过来。然后带到佛堂，这就是路边渡人，就是带过来。那路边渡人比较重要的就是未成年，注意事项是未成年，譬如说未满18岁，我们一般来讲是未满18岁他买多因为我们之前遇过状况，咱功德费善书多少钱？200我10斤就多过。囡仔我给他多起来，那时候收高中生也可以
就说人觉得他还不错，高中生还可以，倒入来了吼，结果因爸因母来没，你敢知伊是安怎？我甲你讲，我先分享者，因爸因母啊讲，恁这做善事是足好啦，但是吼，阮查某囝出去吼，半点外钟吼，无回来，我是足烦恼啦。我叫伊吼，摕200块给减数给叫换3本册回来。你听有无？人家肯定我们是行善的啦，嘿啦，但是我觉得200块叫伊要减数给到买3本册回来。迄个行转就蛮厉害了，但是呢，这只是比较 OK 的哦。我们遇过度国中生的，爸爸妈妈是来被冰的哦，被冰的哦，被变哦，叫警察来哦，所以未成年人千万就不要，千万这个就不要碰它，不要 touch 它，然后尤其是小女生，小女生比较不会拒绝。他不会看别抵赚啊，所以那共姐的 OK 啊，他们都很善良，小女生比较善良，这样子，这方面我们真的一定要记得，路边堵人。好，那再来你如果真的要那个的话，就是要先把自己建立起来，把自己打磨打亮，你家己外好金外好水，你的德啊爱外好来。就是说我们自己当人才你本身的功课要做好，要做好。所以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在台中我们台中道场有一个陈云霞小组长他一次同步实习课，我们现在叫同步实习课，我们1年有3次到4次的同步实习课。那一次的同步实习课以前都是1个月，以前1个月，现在1个月大约又过1个礼拜到2个礼拜。大概1个半月这样子，那1个月的时间，你们猜看看，你们以你们的，以各位浅显的能力，你们1个月可以督到多少人呢？你觉得你可以督到多少人？那自由发言，你觉得可以督到5个人的，请举手。有吗？我应该从多的讲了你觉得你可以督到？你应该可以督到200个人的，请举手。小朋友很有志气，跑个下跑的，来100个人的请举手，有没有？来80个人，你觉得1个月？好，再降低一点，50个有没有？好，来30个，来25个，有没有？1个月呢，都25个，有没有？好，在25个一半，12.5个，有没有？没有，10个有没有？9个位9个位，8、9个，8个，7个，6个，继续爱他5个，2、3、4个。好了，你最少你可以度1个，请举手你有没有？1个都没有举手吗？我当作没有看到。最起码度1个了。跟各位前报告，这个全乡小组长1个月度200多宗，是超过超过那个跟各位前报告我大可惜跟这个前我们同步实习课一次都要最少度8宗，基本的。基本度8宗，1个月的时间。就候选人期间，我们包括年轻人都一样，8宗。当然你没有达到，也不会骂你，不会骂你。那是因为我们是对上天交代，对上天交代。后来又放宽了，放宽什么？这8宗当中，可以包含你度众的，或者是你成全他去参加法会的也可以，因为大法会较重要对不对？对，就是你度他来。或者是你又成全他去法会，那就怎么样？1个人1炮双响，等于是2分这样子。我们的基本堂是8宗。这位陈英霞小组长，他特别用心，他是度人第1名。可是你说他会不会说话？他不太会说话，他就是真的一颗诚心的用心。
当然啦，跟各位先生报告，除了200多个，还有100多个的，很多50几个的，大有人在。候选人最高纪录是1个月度20几个，可是我是白是就好不会，你知道吗？是就好不会，就好不会。我们这个都有大陆成绩。我们宝光从政有一个电脑好的系统，每一个人度多少人，上面记载的一清二楚。你包括你当隐私、当保师写的一清二楚。从你度第1周到你最后1周，把你记到1000几册，黑龙给照下来，都记得很清楚。上天有一台电脑，无形的，人间也有一台电脑。当然我们这已经花了快20几年的时间建立了，是这样子。那这是我们的啦。那这位陈小组长他特别不一样的就是，那大个人都无要食饭啦。其实我嘛是啦但是无像人遐真正大个都爱食。我们台南也有。我若大个人我都不爱食。今仔日大个人我是不爱食安尼啦。你想啊，你若生不起啊，你紧食啊。你若仙佛，你会不会被他感动？会呢，真的会被感动的。真的会被感动。好，那还有更重要，他不是渡人渡完就好他有很多的后学，他就是还会再去成全，不是渡完人就好了。渡完人他怎么成全？用给而已，你知道你好想去看看你呢。你即摆伫倒呀？我即摆伫恁兜门口你来要创啥？我就经过啊，经过我就足无闲，我就已经来啊伊就请我这边坐坐。她长得不漂亮她是女生年轻的女生，她不漂亮，长得不好，不是很美丽不是很美丽，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女生，这样子他就用这样的呈现，就后学一个一个出来，一个一个出来，所以就是用心真的就是用心那后学现在要分享的就是50种谈好的喜悦，在我们道场是，你安躺，你就是用2天的时间给你度50种，然后4谈好，后学姓张嘛，如果后学没有度50种是不会有谈好的。只有张氏佛堂，所以就会有一个目标，我要度50众，度50众，度50众所以我们就会做功课，所以就是会衍生前面的问题，